一個人啊，係講冇本錢啊，一個就信用，所以一個嘅本錢。但係呢，一個有信用嘅人，有切心嘅人，做生意唔係難嚟，本人相信，一個能夠有發展。所以信用十分重要，在社會裏行到。我嘅經書前年28、20咁樣講到，有信用嘅人，能夠本人相信嘅人。得到咁多福氣，嗱，經書都講，有本人信用，有本人相信，能夠得到咁多福氣，係咪呢？所以是個社會裏頭信用十分重要，是個越信用越切心，兄弟姊妹朋友家能夠幫助一家，係講一家做頭路，或者做乜嘢，因為要信用。嗱，但係咪人會猛發展，未跌落？傷害嘅意思，咪得到處罰。但係呢，人猛發展嘅人，某個路線去咁做，咁唔好行嘅路線去咁做，所以我嘅經節講，咪跌落處罰呢個方面。所以信用十分重要，發展每一人愛，係實質嘅路嚟發展，係啊，得到最好嘅福氣，攏仲人都愛，對於啲錢嘅方面攏仲人愛，但係要切心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